爬山，甲阿文开讲。你心真清，你话袂明，我点点仔听，豆豆仔看，看你一句一句咧爬山，山愈行，你一步一步愈拼命，一步一步你向前行，沿路风景我斟酌听，听若着，你着笑甲规厝间拢是爱拼才会赢。阿文是行动不便、话语困难的智障者之一，现此时是玉井德兰启智中心的服务使用者。我甲太太查囝一礼拜一摆来甲因开讲讨论，按算要将因的心声泪影，用因的声哨开口出一本书。